个产品分两大类，第一就沉香类，第二就是檀香类，搁过来就是迄个较其他的中药类安尼，较像讲红块啊、萧楠。李小协会囡仔认真听取头家蔡永元的讲解，为沉香的产地、品质，搁来讲到香气的制作方式，精彩内容，互学生听甲真有兴趣。以前都不知道制作的过程，但是今天来实际看到，觉得就蛮特别，因为以前只看到只有看到成品这样，然后不知道它的过程是这么复杂。李小协会透过举办这个参访活动，就是希望会当鼓励青少年，会当为多面向的探索当中，找到家己的兴趣，开创未来的发展。今天带他们参观那个我们制香，也要知道它的过程，是因为我们要让孩子多学一些不一样的技能，所以我们除了让他去烘焙，还有学习一些其他的像汽车修护之外，我们还会让他们来看一些就是快失传的一些那个制香，怎么样的过程才会变成一支香，让我们可以去做拜拜。那还有一些像陶艺，我们也都今年也有采取这样子的课程，做一些不同的一些体验，让孩子可以说哦，原来技能还是有很多。这些青少年他们很喜欢庙宇文化，跟香有很密切的关系，所以说今天带他们来看香是怎么制作的，就好像人成长过程当中都会经历不同的阶段，那如何从香魂，如何从一条木枝到一个香，让我们去了解制香怎么做，人生的成长怎么成长。总会长施俊君表示，在制香的过程中，除了会当让青少年学习到技能，嘛会当缓解青少年冲动的个性，安定心灵，同时嘛会当感受到职能敬业乐业精神。台湾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